1分钟后直播开始，将于1分钟后直播开始。还有30秒。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晚是伫这主的圣日，咱搁一届来到伫主的圣殿来敬拜俄勒伊。关键今仔日早起是咱的敬拜，咱的祈祷，咱所唱的诗歌，嘛拢真做一个芳芳的祭，献到伫咱的主的面头前。也愿今日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愿意来到伫面前的兄弟姊妹，愿上帝的平安。 搁一届临到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特别咱看见伫最近的世界有侪代志咧发生，无论是这个战争一直持续还未结束，也是伫前几天咱看到伫土耳其有真严重的地震，互咱看到感觉咱的心唔甘意外，那么看见伫这个时代，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态，用什么款？ 的方式来看待，特别咱敢有认真来找求主的心意是啥物？咱敢有搁一届祈求主的稳定、主的怜悯，临到伫这个世界，临到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愿上帝真帮助咱，也祝福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互咱伫这个变动、混乱的时代，伫这个社会，真正找求着上帝的心意是啥？ 互咱逐工拢活伫上帝的平安甲喜乐内面，也愿上帝的圣神，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地地。圣经讲，当上帝的圣神伫打落，迄个所在就有自由。愿咱的心，搁一届透过圣神的充满，透过主的同在，互咱得到透放，得到自由，通欢喜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俄勒伊。 只是咱只用这条诗歌赐我自由，来敬拜咱的上帝，用这条诗歌来真做是咱的祈祷。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 我生活中的忧愁，赶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随我。 心爱，互我自由，是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活中的忧愁，看出。 心中的
为着咱的心来祈祷，为着咱今仔早起是，咱敢有准备好一个较无的心来祈祷。当咱每一个来到教会是带着什么款的心情？是带着一个较无的心，带着一个热切的心，还是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愿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早起是个礼拜，咱拢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到伫主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伊。只是要请每一个兄姊妹咱开喙来，为着你家己的心准备好，伫今仔早起是个礼拜，搁一届喊咱的主真实的声度来祈祷。咱做伙开喙，为着你家己来祈祷。哦，主啊，感谢你，主啊，搁一个用为着的心，搁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伫今仔早起是个礼拜，来喊咱真实的声度。透过今仔早起是个礼拜，透过阮所求的事物，透过阮的祈祷，透过阮每一个做最好使，做在一个高天主的面前，主啊，帮助我每一个人。教会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来求祈祷，求上帝帮助因，互因来到伫教会的路站拢是平安的，嘛刷开因来到教会一切的阻挡，互因通带着一个热切的心来到教会，带着一个较无的心来到教会。咱为着还袂来到咱教会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为因来祈祷，为因来祝福，咱做伙开出来祈祷。哦，主啊，为着每一个还袂来到教会，就来祈祷，主啊，求你来祝福因，求你来引带因，互因随便因的脚步。通互因紧紧来到你教会，有一个较无热切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来到你，主啊，你帮助因，互因伫这个谢礼来的日子，机会主啊，感谢你，主啊，是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我生活中的忧愁，我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的位，的位就自由，谁跟随我？早起时服侍同工来祈祷，为着早起时的圣歌队，为着早起时的敬拜儿乐团，为着早起时音控的同工，为着早起时的诗会讲道者、助理学的老师，为着你为着咱服侍的每一个同工来祈祷，求上帝帮助每一个同工，互伫早起时的礼拜，加添因教业的快乐，通愈服侍愈有快乐。咱做开喙的早起时每一个服侍同工，咱为因来祈祷。哦，主啊，感谢你，主啊，将早起时每一个同工伫主的手中，求你保守因，为无论是什么款的服侍，无论伊是什么款，主啊，你拢保守因，看好因，教业的快乐，今日服侍的时阵，真的是靠主的主，你看咱三个弟兄，为了服侍的时阵，真的是靠主的主，你分开不要一样，主啊，感谢你，谢谢你。
心灵拄着艰苦，还是拄着病痛的兄弟姊妹，还是厝内人为因来祈祷，求上帝圣神甲伊三甲伫地，求上帝圣神伫伊内面的时阵，就得着透放，得着医治。咱做开喙为着你所在每一个需要的兄弟姊妹，咱做为因来祈祷，咱做开喙因来祈祷。最近伫土耳其、伫叙利亚发生的这个地动来祈祷，咱看见长时间一天一天过，死亡受伤的人数嘛愈来愈多。咱看见这新闻，真正心内是非常的不甘。虽然咱伫台湾可能无法度通做啥物，但是咱会当做的，就是为举起咱祈祷的手，为着因来祈祷，求上帝怜悯，求上帝医治临到伫这个国家，伫遐的人民。互因通伫经过这个灾难了后，犹原通知一位主甲因三甲伫地。咱做开喙，为着这个地动所造成的灾害，为着这个国家，为着这个百姓，来向上帝来祈祷，求上帝怜悯，甲因三甲伫地。咱做开喙，为着这个来一来祈祷。做伙用继续用这个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境，带出我生活中的忧愁，看出我心中的不安。心啊。
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带着一个敬虔，带着一个心来敬拜学了你。主啊，虽然伫这个世间，伫阮的生命可能有侪的劳苦重担，但是阮知，当有你同在的时，你就搁一届带互咱透放，带咱每一个人自由。主啊，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伫今仔早起是个礼拜，真正透放阮的生命。当阮自责的时阵，我们用阮的心，用阮的心灵来敬拜学了你，来唱出一个欢喜的诗歌。求主你赏赐阮够额的快乐，互阮每一个人通行伫主你为阮所立办的道路内面，逐日来倚靠你，享受着主你的恩典甲保守。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发出大声，学咱的上帝。咱唱第二首，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用真心真意真心阿罗伊，你的一切用眼眼睛一眼睛为他转天，那那天你的灵魂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苦恼。我
我来用做伫无做阵首歌。坐伫无做阵心计有个，我想已经拜阿乐。古早现在的高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无做阵心计有个，我想已经拜阿乐。龙归故里，至高愿望。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你干爹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歌鼓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你看着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歌鼓你生命直到永远。坐伫无做阵心计有个，我想已经拜阿乐。古早现在的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无做阵心计有个，我想已经拜阿乐。阿乐尊贵应要传世，龙归故里，至高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你干着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歌鼓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你看着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歌鼓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你干着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歌鼓你生命直到永远，我们歌鼓你生命直到永远，我们歌鼓你生命。这是我来唱圣诗18首，我心俄勒上帝。我心俄勒上帝，主。
阮命，摕水草补清水，看过一条水，你将招来凉风吹来，公义大日来，我心阿乐上帝。你的恩典一给，虽然派来这水中的容易文章的事，宣告最大的事，各自你给有，你的高位可最对的，应要归去兄弟。是啊，主，阮的心要来学了你，阮的心要来敬拜你，因为你看得一切学了，看得一切阳光。主啊，伫今早起时，阮阁带着一个热切的心来到伫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因为主你真正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奇妙。主啊，求你阁一摆将你的阳光也充满伫阮的教会，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特别经过伫一礼拜的生活，可能内心有侪侪的劳苦重担，有侪侪挂虑的事，但求主你阁一摆用你的光来光照阮，互阮通伫你的阳光的内面，阁一摆得到新的快乐、新的愿望。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人，也将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这时咱嘛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做伙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这是按做伙来启文61篇以弗所第2章。恁遮会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互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接结合。这是按做按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俄罗你，伫过去一礼拜，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阮伫即时会当来到你的圣殿当中，
用平安喜乐、甲敬虔的心来敬拜，来学了你的名。主啊，我嘛求你即时来到每一个人的心内，安静阮的心，互阮真正顺服，接纳主你教示阮的代志。嘛求你看顾心内哀伤的兄弟姊妹，互敬拜、祈祷你的信息，真正会当互因心得到完全的安慰。伫顶礼拜，土耳其甲叙利亚这两个国家发生严重的地震，造成几万人的伤亡，足侪家庭失去至亲。我嘛真毋甘，其中真侪是幼囝，甲年纪大的长辈。嘛求主保守看顾所有的救援的过程，甲接续中间的工程，一切拢会当顺利。求主嘛来安慰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互因会当伫困难中永远保持信心甲毋忘。这是一段无简单的路程，毋过阮知影，只有主你的扶持，才会当互这段复原的道路愈来愈平安顺利。而这时，我嘛为着本周的圣礼典甲后周的合会献上祈祷。阮每一个人深深领受对主你来救赎的恩典，愿意一心跟过你。后礼拜的合会，嘛是阮富强教会所有的会友对教会事工的计划甲运作，拢会当有一个合一的心智。对传福音的使命，大家不分彼此，同心合意为主来跑走，奉献家己的时间甲温数。嘛，求主继续兴起，阮富强教会伫即个城市，会当来做愈仔侪影响人的事工，帮助愈仔侪需要的人。而有你赏赐智慧的牧者的带领，所有的会友继续为你的国度来奉献。主啊，你是阮性命瓦靠，你是阮一生的毋忘。阮在是介伫你的宝座前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要记伫我，你的辛苦伫家己死，耶稣要记伫我，你的辛苦人家牺牲。这是按照来讲授上帝的话。第一位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章40到42节。有一个麻风病人来恳求耶稣，跪落去对伊讲：“你若肯，会当互我清气。”耶稣满心怜悯，伸手甲伊摸讲：“我肯，互你清气。”伊的麻风随时无去，伊就清气。第二记载，约翰福音13章12到15节。耶稣甲因洗脚了后，穿外衫，倒转去伊的座位。伊问因讲：“你敢有明白我对恁所做？恁称呼我老师，嘛称呼我主。你安尼称呼真对，因为我就是。我做主，做老师，着甲恁洗脚，恁嘛着互相洗脚。我有留模样互恁。”是要互恁通照我对恁所做去做。接续，圣歌队献诗，因即礼拜献的诗歌是《圣望爱》。献诗说由瑞平牧师来讲道。即礼拜讲道的题目是：如果你愿意。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晚伊搁一个劳到伫上帝圣殿做来敬拜，学了伊。特别伫今仔日是咱今年新春第一届的圣餐礼拜，也望搁一届透过圣餐，咱搁一届思考主耶稣基督甲咱的生命的关系甲意义。也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愿意来到伫教会的兄弟姊妹，愿上帝平安甲伊恩典，甲咱每一人三甲地地，咱做伙搁来做一个祈祷。阮伫天的父，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搁一个引带阮每一个人来到伫你的面前，求主你帮助阮，互阮透过阮所唱的、阮所听的、阮所讲的，拢诚侪是阮生命中的祝福。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伫是圣餐的主日，通过圣餐，通过甲主坐倒，搁一届思考主你对阮生命中何等重要的意义。搁一届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主的手中。也将今日礼拜时间全然的交托仰望，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当咱看见伫最近的世界发生非常侪的代志，无论是一直在持续的战争还未结束，虽然咱看见伫这个台湾要开放，会当毋免挂喙罨，但是咱知这个疫情嘛未有一天结束的时阵。特别伫前几天，咱看见伫土耳其、伫叙利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地动。对咱台湾人来讲，发生地动是非常惯势的。伫咱在座侪兄弟姊妹，可能嘛有经历伫20当前的921的这个大地动。所以当咱看见伫遮的事件在发生，看见伫土耳其、伫叙利亚遮的人因失去因的财产，失去因的性命，互咱嘛感觉非常的毋甘。但是当咱看见这个新闻，看见这个世界，也是咱的社会侪发生的代志，咱看了，咱心内有啥物感受？咱是感受到真艰苦，还是咱感受到，反正这个世界就是安尼，这无奇怪，世界就是有遮侪灾难，世界就是有遮侪困难的代志。其实咱发现一项代志，当人接受一个消息，若愈久的时，会愈来愈麻痹。特别是咱人生在面对苦难的代志、面对困难的代志，咱可能会认为，这困难的代志愈久、愈拖、愈长的时阵，你会感觉已经麻痹啊，已经无感觉啊。之前几天，在网络顶面有发起一个挑战，叫做“冰桶的挑战”。当时的这个挑战是要关心伫渐冻人的这个基金会，为着因要来做捐献。所以伫网络顶面有侪人，因发起这个挑战，就是因摕一个冰桶内底这冰水在冰角，然后为因的身躯倒落，因要感受到迄个渐冻人的模样。然后开始有人发起这个挑战了后，非常侪人开始咧模仿，然后真侪人就认为讲这是一个非常特别有意义的代志。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当因遮做遮个代志了后，然后咧，可能真正有人捐献，可能有人真正捐钱予这个基金会，然后咧，过了几冬了后，更有人记了这项代志。其实咱看咱的社会，拄仔所讲的，侪代志，咱已经感觉非常理所当然。特别是咱看到社会事件，咱感觉啊，这就是原本就安尼发生啊，世界就是遮侪苦难，咱才会渐渐失去迄个关心的心，渐渐失去迄个怜悯的心。透过今日讲道，咱嘛搁一届来唤醒咱的心智。如果你愿意，愿意啥物？敢愿意搁一届看到你四周围有需要的人，看到你四周围有困难的人，你敢愿意伸手来帮助伊，用怜悯的心，用听的心来看顾伊？今日咱所看的经文记载伫马可福音，耶稣伊拄到一个麻风病人。伫耶稣迄个时代，麻风病人因是无法度通和因厝的人带做伙，因爱离开因的城市，爱到伫远远的所在。然后当有人接近伊的时阵，这麻风病人伊爱大声喊讲：“我无清气，我无清气。”提醒边仔人袂当接近伊，因为当犹太的律法因规定一项代志，当一个
无破病的人接近到遮的麻风病人，伊嘛认为，就算远远的所在，伊嘛认为会互伊传染着。所以呢，律法非常清楚规定，遮的麻风病人，因无法度通住伫因家己的厝，嘛无法度一定的城市，一定远远的所在。然后因认为得到麻风病，是因为因有犯罪，可能惹上帝生气，所以因才会得到这种病。所以对遮的人来讲，因不只是肉体拄着最大大的艰苦痛苦，因伫社会嘛无人愿意甲因接近，然后因伫灵性嘛非常的痛苦，因为无法度去圣殿，无法度去敬拜，嘛无法度去寻求帮助。但是伫迄个时代，伊嘛认为，当一人得到麻风病，得到非常严重的病，一定爱透过上帝的医治，上帝互伊怜悯，伊才有法度来得到医治。所以伫迄当时是安尼。所以咱看见，当耶稣到伫迄个城市，有一个麻风病人远远走过来找耶稣。咱了解这个麻风病人，伊带着非常大的勇气来找求耶稣。因为咱拄仔所讲，当时这麻风病人爱带伫远远的所在，然后当有人挖棍的时阵，伊爱讲我无清气，袂当互其他人来挖棍伊。但这个麻风病人伊提起伊的勇气，来到耶稣的面头前，来想要寻求怜悯，寻求医治。其实这个故事，咱会当为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咱看见这个麻风病人的信心，伊要来寻求耶稣的心志；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咱看见耶稣一个怜悯的心。当这麻风病人伊问耶稣讲：“你敢愿意？”耶稣讲：“我愿意，我愿意为安尼做。”耶稣伸手医治伊。其实，咱会当来思考一项代志。耶稣为着这个麻风病人安尼做，咱敢有法度亲像耶稣同款回应伫咱四周围所发生的代志？咱莫讲麻风病人，伫咱四周围，咱敢有看见需要帮助的人？敢有困苦的人，敢有破病的人，咱敢愿意伸手帮助伊，看见伊的需要，嘛，互咱搁一摆来思考，什么是伫咱这个时代的麻风病人？咱这个时代无麻风病啊，但是什么是伫咱这个时代的麻风病人？耶稣安怎做？咱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嘛做伙学习，咱会通安怎来做？所以第一项代志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怜悯。毋那是一个感觉尔，怜悯毋是一个感觉尔，搁较爱有实际的行动。咱看见新闻，咱看见咱四周的代志，咱可能敢毋甘，咱可能看到一个代志，咱可能感觉哪会安尼？但这只是一个感觉，然后感觉就过去啊。你所看到的可能就过去啊。当咱看的圣经，伊讲有一个生麻风病来找耶稣。甲耶稣讲：“你若肯，就要互我来得到清气。”耶稣就怜悯伊，对伊讲：“伸手甲摸，甲讲我肯，你得到，搁一摆会清气。”所以咱看见耶稣所做的一项代志，耶稣讲我肯，然后耶稣伸手甲摸。其实伫耶稣迄个时代，人会担心一项代志，就是家己无清气。但是伫即摆的时代，咱所烦恼的，是惊家己互人传染。传染这个词，对活伫这个疫情的时代来讲，咱非常的清楚。咱这几工咱拢一直在预防一项代志，就是莫互别人传染。但是伫耶稣的时代，因认为家己接触遮的人，含遮送香的人、破病人做伙，可能会带互家己无清气。但是伫咱的时代，咱敢会嘛同款的心志？我若含遮人做伙，我若是看到遮的代志。我敢会家己卖互伊传染，别人会安怎看我？所以我只有感觉就好啊。我看到这个代志我会艰苦，看到这个代志我会毋甘，但是安尼就好啊。圣经在咱拄仔所讲的，伊讲耶稣伊的心看见伊，伊就怜悯伊。当咱看中文的圣经和合本的时阵，伊讲耶稣动了慈心，伊就伸手甲摸。你若看中文的新译本，伊安尼翻译就讲耶稣动了一个怜悯的心，就伸手甲摸。其实不论你伫圣经看到怜悯，还是动了慈心这个词，
其实拢咧讲一项共款的代志。伫犹太人因咧认为怜悯这样代志，就亲像你家己的巴肚肠啊在叮当共款。啥物叫做怜悯？当你巴肚枵的时阵，你敢会感觉你的巴肚在叮当？敢会听到你巴肚的声？会。犹太人就认为有将若是有一个怜悯的心，就亲像你的巴肚、你的肠啊在叮当，你会感觉到。你若感觉到的时阵，你就会去看，为什么我的巴肚在叮当？是我巴肚枵啊吗？还是我巴肚无爽快？所以当犹太人在形容讲，这样有一个怜悯的心的时，就是亲像讲，哇，我的内心有一个真大的感动，亲像我的巴肚、亲像我的肠啊在叮当一样。所以当耶稣看见伫这个生麻风病人，耶稣的心内心，伊就深深受到感动，看到这个人的需要，耶稣就愿意去甲伊帮助。所以耶稣看见，毋是只有感觉尔，耶稣所做的是有实际的行动，伊伸手去甲伊帮助。怜悯毋是一种感觉尔，怜悯绝对毋是一种感觉尔，怜悯是一定会带出行动。怜悯绝对毋是一种感觉，我看到啊，我感觉到啊，我看到啊，然后咧，然后就感觉了吗？还是你有然后你有一个新的行动，你会开始去想我会安怎去做？其实这有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一定有感觉，你对某一项代志一定有感觉，无论是你有兴趣的代志，你所伫意的代志。还是你即马所在做的代志，你一定拢嘛是先为有感觉开始，然后你有感觉了，你就有感动，你就有感动想要去做这样代志。当你有感动，内心有感动，你刷来后一个，你就会开始行动，开始去做。然后行动了后，最后才会有结出果子，才有结果出来。其实怜悯嘛是啊，你看到这样代志，你可能感觉哇，足唔甘的，但是你看了，你敢有内心有感动？我敢愿意为着伊做啥物？我敢愿意为着伊付出啥物？我敢愿意来关心，为伊来祈祷，还是看到就好啊？但是你内心开始有一个感动，然后你就带出行动。当你带出行动的时阵，我相信就会带出来改变，带出来结果，伫你所关心的代志内面，伫你所关心的迄个人的身上，唔通只有停留伫感觉。爱将你的感觉变做是一种感动，嘛变做是一个行动，最后才会当得到一个结果。这嘛亲像是咱信仰的生活，敢毋是吗？一开始咱还未入捌这个信仰的时候，咱就感觉哇，这个信仰可能真好。但是可能某一天，你透过一个诗歌，透过一个祈祷，透过一个见证，然后你有感动，然后你就行动去洗礼，家己教会去团契去小组。然后你伫教会，你伫小组，你得到帮助，生命得到成长。其实真侪代志拢是安尼，敢毋是？对感觉开始，但是最后一步一步爱行出有一个结果。人讲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怜悯的心真重要，但是不是只有停留有一个感觉尔。所以当咱看见耶稣伫圣经出现的经文。伊含怜悯有做伙出现的时，耶稣一定拢是随有动作。当你看圣经的时阵，你若看到迄个圣经节有做伙出现耶稣，做伙出现怜悯这两个事的时，耶稣拢一定会行动，因为耶稣非常看重伊身躯边伊所伫的每一个人。耶稣出来看见有侪人，就怜悯因，随将因医治。耶稣看到青眉的人，伊的内心就感动，将因的目睭蒙落，因就得到看见。耶稣看到迄个寡妇，就怜悯伊，对伊讲：唔通哭。当你看圣经的时，当耶稣和怜悯做伙出现，耶稣一定拢是随有动作。伊绝对袂讲啊，我看见这个寡妇在哭，小等一下，等你哭了，我再转来甲你讲要安怎做。耶稣看见这个寡妇是随对伊讲，唔通哭，然后互伊原本已经无性命的这个后生，佫一摆佫活起来。当然是只做一个耶稣基督的学生，咱毋是应该学习耶稣的款式吗？
当圣经出现耶稣和林敏的圣经在时，耶稣拢随有动作。耶稣所做的，伊毋是含遮的人讲啊，我和你做伙，我会传染，别人安怎看我做遮的代志敢有效？耶稣所做的，毋是将看轻遮的受苦的人，耶稣毋是定罪遮的人，颠倒等耶稣接纳每一个伊所看重，而且是伊愿意去关心的人，互因每一人搁一摆转到伫因生命原本的顺序。所以耶稣所做的一切，拢带来生命的头棒。咱所做的，咱每一个真做基督徒的，咱所做的，敢有带互别人生命的头棒？咱所帮赞的，咱所祈祷的，咱敢有真做别人生命的头棒？然后人民毋若有行动，更较重要，人民嘛爱付上代价。人民不只有行动，更较爱付上代价。经文中讲，耶稣满身人民，伸手甲伊摸，讲我肯，互你清气。头前一开始讲，当时的律法规定，当一个清气的人，瓦棍一个无清气的人，伊就算做无清气啊。但是耶稣伊所做的，毋那是瓦棍伊，耶稣佮伸手甲摸。所以代表耶稣所做的，伊付上某一款的代价。对这个可能久长拢无人愿意亲近伊的这个麻风病人，伊啊将远伫城外口，无多人向别人亲近。对这个麻风病人来讲，这可能是第一届伊得到一个清气的手在甲伊摸，因为伊拢无多向别人亲近啊。有人来，伊拢爱讲我无清气啊，叫别人紧走。所以对这个病人来讲，伊可能是第一届拄到一个清气的人甲伊摸。但是相时，这个耶稣伊嘛要承担真大的风险。你要怜悯一个人，你要付出你的行动，但是咱嘛爱了解，嘛爱必须付出了一块的代价。其实伫当时，耶稣是一个律比，是一个老师。对老师对律比的规定更较严格。当时的老师，当时这律比，因为着要避免来传染，还是感染着这个麻风病，因爱做一项代志，就是因看到麻风病人，因爱摕石头甲钉，唔通互这个麻风病人来接近伊。然后这个老师这个律比，当因知这条巷仔路是麻风病人行过。也是麻风病人可能捌住伫遮，因就无愿意行遐，甚至是遐的物件，因嘛无愿意食。虽然知耶稣嘛是一个律比，耶稣嘛是一个老师，但是对耶稣伊所做的，含遮所规定的看起来是完全的无共款。拄爱伫咧讲，当时规定，当一个清气的摸着无清气的，也是接近无清气的，伊嘛称做是无清气。我想当时边仔一定有侪人在看耶稣在做这项代志，因为侪人跟对耶稣，无论是个门徒，还是这群众，嘛可能有这法利赛人要来找耶稣麻烦的。边仔侪人在看耶稣在做啥物，但是耶稣所做的是伊伸手甲摸，和当时所想象的无啥共款，完全无共。但是当耶稣做了这个动作，伸手甲摸甲医治的时，耶稣爱承受啥物？别人可能甲看讲。你是一个老师呢，你搁带遮侪学生，搁带遮侪群众，你安尼甲一个病人安尼摸，安尼你敢是一个无清气的人？你这个无清气的人，哪会当做别人的老师？那安尼你甲安尼甲病人摸，你其他学生敢袂拢和你共款，学你的款式拢甲病人摸，安尼规矩毋是拢拍歹去啊？其实耶稣当伊做这样代志，伊要付非常大的代价。而且是非常大的风险。咱知爱真做一个怜悯的人，其实毋是遐简单。伫路加福音第10章37节到37节记载一个故事，可能对在座侪兄弟姊妹是一个非常捌的故事，就是撒玛利亚人，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耶稣用这个譬喻甲伊回答，伊讲有一个犹太人。
经过一个山路的时，然后拄着人来甲伊抢，嘛甲伊拍甲受伤，然后伊倒伫路边。结果有一个祭司行过，看到伊，看一下，就走啊。然后搁来一个利未人，看到伊，就搁走啊。咱就安尼想象，有一天咱伫路边看到一个需要的人倒伫边啊，无事行过，看一下，就走啊。然后一个长老行过，看到伊，就搁走啊。当耶稣讲了头前这个人看到拢走了后，所来耶稣讲，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伊一个看到这个人，伊的心就真毋甘，行过去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喙，佮用布甲伊包，然后互伊徛家己的褥仔，带伊去旅馆，甲伊照顾。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来讲，因是互相来轻视，甚至是看对方无顺眼的。但是最后来帮衬这个犹太人的，却毋是利未人，也毋是这个祭司，却是这个因所看轻的撒玛利亚人。可能对这个祭司来讲，对这个利未人来讲，伊可能嘛有顾虑，我帮衬这个受伤的人，伊敢会是食车祸？我帮衬这个受伤的人，我敢会懵的时阵，我可能嘛无清气，我毋知伊安怎会受伤，所以因就行过啊，因就经过，看到啊，但是就经过啊。然后最后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伊愿意停落来，然后来帮衬伊。其实伫咱的社会，咱嘛时常互人教导一项代志，咱只要路过的人民就好啊，只要经过的人民就好啊，而且是愈简单愈容易的就好。咱的社会拢时常甲咱讲，咱只要路过的人民就好啊。啊，我有看到啊，我有关心啊，我知啊，啊安尼就好啊，愈简单就好，愈容易就好。叫我付出更较济，袂要紧，有别人会做，我毋免做。这是咱社会文化，这是咱社会文化。咱拢想讲愈简单就好，别人会做啊，无得靠爱轮到我做啊。但是咱真正要诚做一个军队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是爱耶稣的款式。伫咱咧付出的时，咱嘛要必须思考，真正是必须爱付出一寡代价。我问大家两个问题，你会当来思考看卖。伫顶一摆，你特别把你的时间留落来，为着要陪伴一个人做某一项代志，是啥物时阵？伫顶一摆，你为着要付出时间伫别人身上，为着要陪伴伊，然后却袂记你，也是就错过你原本要做的代志，是啥物时阵？你会当好好来思考看卖。顶一摆，你为着某一个人付出你的时间，特别将你的时间留落来，是啥物时阵？为啥问大家这个问题？伫这个社会，咱愈来愈拢看重家己的代志，感觉我的代志上重要，我的代志上满足。等我满足我家己，我的代志先处理好啊，我再来看别人的需要就好。顶一摆，你特别将你的时间留落来，为着某一人，为着陪伴伊是啥物时阵？好好，互咱每一个人来思考看卖。要怜悯别人，要关心别人，要看重某一项代志，咱可能付出咱的代价，可能是咱的时间、咱的金钱、咱的才能，但是咱敢愿意去安尼做？但是真正要付出，真正是无容易。亲像我拄仔讲耶稣，伊所做的遮个代志，可能别人会看轻伊，也是取笑耶稣，讲耶稣你在做这款代志，你是个老师呢，带一个学生你在做这款代志。有时阵，当咱开始付出咱的时间，付出咱的精神，咧关心一个人、陪伴一个人的时，你可能发现，你愈来愈了解对方的需要的时，你却发现伊背后的代志其实足复杂。你可能你付出到最后，啥物代志拢空空，才拍拼，为着伊拍拼，到底是为着啥物？你嘛可能发现，我根本嘛无法度对伊有任何的帮助。当你愿意付出，你可能会拄到这款的问题。
你可能想讲啊，我做遮济啊，到底是会当有啥物款的帮助呢？其实足无容易。伫我过去前几冬伫桃园服侍的时，当我迄时服侍教会，我有做课后班。阮课后班的学生，因拢来自非常特殊的家庭。因的家庭有一寡人非常的破碎，可能有一寡家庭非常的丧凶。伫一天的暗时，要12点，我准备要困的时，我接到一封电话，是其中一个学生的囡仔的老爸打电话给我。伊打电话问我讲，伊的后生还未转到伫厝。我甲讲，阮8点就已经下课啊，所以恁囝应该照时间应该是到厝啊才对。伊讲因后生还未转到厝，然后敲电话嘛拢无接，所以我嘛真紧张，我嘛随敲电话要来找这个学生。但是当我敲的时阵，这个学生嘛无手机嘛无开，所以我就敲电话给因老爸讲，那安尼咱分两边，我沿教会的路开始找，你沿为恁的兜开始出来沿路找。所以我印象中，迄时阵拄好是冬天哦。搁落雨，伫北部，哇，真正是足艰苦的，半暝12点啊，就骑着车，骑着车开始沿路开始找，哪找搁哪敲电话，但是永远无接，我嘛一直和因的爸爸保持联络。到最后，手机啊卡通啊，我就讲你伫对，伊就甲我讲，伊伫某一间7-11，我随家去 Google。哇！已经7-11，离阮迄服侍教会已经差不多5公里远。我讲你是安怎过？伊讲伊用走的。我讲哇，你是安怎走的？走5公里，走去迄个所在。我讲好，你等者，我随去找你。我嘛随甲因老爸讲。然后我较了解，为什么伊无爱转去？因为伊伫学校和伊的同学斗阵的时阵，可能有一寡冲突，所以和伊的同学起冤家相拍。但是伊阁无愿意互伊老爸知影，所以伊就只好逃走，真正是用逃走的，嘛毋是骑脚踏车走足远的。然后开始了解这个家庭，发现这真是一个非常破碎的家庭。这个囡仔伫发生这项代志的前几个月。伊的老爸和伊的老母嘛拄啊离婚，所以当开始了解一项代志，开始你要去关心这个家庭、关心这个学生的时候，你发现哇，真正足侪代志是你无法度来完全帮助的。其实当咱在为别人付出的时，可能嘛会拄着这款的问题，但是重要的毋是咱敢有法度帮助你完全恢复到原本的模样，是咱敢有这个愿意做的心。咱敢有愿意付出一寡代价，愿意伫别人的身上看见一寡着咱家己的责任，这是一个挑战，这嘛是一个选择。对我每一个讲，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选择。跳出家己生命的中心，愿意参与，而且是关心伫别人的生命，而且奉耶稣基督的名甲伊祝福。真侪代志咱无法度做完全。但是当咱做的时阵，最后嘛是将伊交托伫耶稣的内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因，互因虽望是透过咱的付出，透过咱的关心，但是最后是得到耶稣基督全力的保护。最后要向大家分享的是，人民嘛不只爱付出代价，更较重要的是真实的同在。人民无那是爱付出代价。嘛，更较重要的是爱有真实的同在。咱拄仔所读的第一段，圣经耶稣伫最后和门徒做斗阵的时阵，耶稣甲门徒教是讲：我做主、做老师，拢甲恁洗骹，恁嘛着互相洗骹。我有留模样互恁，是要互恁通照我对恁所做的去做。当耶稣和伊的门徒最后伫遐斗阵的时，耶稣为着这个门徒为因洗骹，耶稣讲了这段的话。其实对耶稣来讲，伊伫最后无教导这个门徒，无互这个门徒所了解耶稣伫这个世上所做的，
当耶稣上天，这温度可能就搁袂记一，爱安怎互相怜悯、互相相听、互相来支持、互相来关怀。当耶稣含这温度做伙，最后做伙食饭的时，咱拄仔所读的这段约翰福音的经文，耶稣对因讲：照恁恁爱照我所做的去做伫别人的身上。当咱看马太福音，也是看路加福音，耶稣伫设立圣餐的时阵，伊嘛讲了类似的话。伊讲：恁着爱安尼行，为着是爱纪念我。当耶稣伫讲这个话时，为什么伊爱这个温度嘛爱安尼做？其实耶稣伊为着怜悯，不只是伊怜悯伊所看到的人，伊嘛怜悯伊咱每一个人。耶稣伊怜悯付出伊性命的代价，互咱会当看到伊甲咱三角地地，看到伊和咱同在，嘛互咱学习着爱安怎彼此相听，嘛佫一摆表明耶稣牺牲的疼，真正是活着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所以当咱每一摆在领圣餐的时，当咱每一摆有机会圣礼典，咱就嘛爱做伙来思考，耶稣基督的疼敢有活着伫咱的内心。耶稣所付出的这个代价，伊为着怜悯世间人，为着替咱世间人所付出的代价，咱敢有真正领受着？咱嘛敢有感受到耶稣基督甲咱真实的同在？耶稣不只是只有伫天顶大声喊话讲啊，我就疼恁的，我疼世间人。耶稣无伫天顶咧大声喊话尔，伊选择来到地上，和咱做伙，诚做咱学习的模样。相反，当咱伫看见别人的需要，咱嘛毋是伫遐大声喊话啊，咱来做啥物代志？咱看见有啥物款的需要，爱有啥物款的改变，是咱敢有含伊三角同在？咱敢有真实参与伫个生命内面？同在，这是这个时代咱来做伙学习的代志。真侪时阵，咱人伫遮，但是心却无伫遮。伫这个时代，这是咱学习的上大一个功课。即个时阵，咱人可能伫遮，但是咱的心可能无伫遮。有一摆中昼我去食饭，我的边仔坐了一个非常少年的这个男女朋友。这个女生看起来可能是拄仔去做头毛，拄仔set出来，所以看伊的头毛看起来真水，而且佫胖胖，所以应该去做头毛。然后这个伊的这个女朋友坐落来，就开始甲这个查甫讲，我拄仔去做头毛，拄仔去set度，你看我有看啥无共款的改变哦。但坐伫对面的迄个查甫，伊在做啥物？在滑手机啊！伊在咧滑手机，在滑哦。你看我去做头毛，很漂亮，很漂亮，好。结果最后迄个查甫甲讲，你都说我很漂亮，到底是对哪里很漂亮？到底有哪里不一样？然后迄个查甫却无法度通回答出来，看真久看袂出来。其实咱回想有时阵咱嘛是安尼呢，咱人可能伫遮，但是心却无伫遮。同在是这个时代咱来做伙学习的一项代志。咱可能关心某一项代志，关心某一个人，听某一个人讲话，但是可能坐伫遐的时，在关心伊的时，可能感觉要结束啊袂？你的困难哪会遐济啊？咱拢解决袂了。同在是咱这个时代的学习的，咱的心伫倒落，咱的心伫啥物所在？伫这个消息非常快速的时代。有时阵咱拢会惊讲我会错失掉，我会miss掉这个上重要的消息。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咱爱惊的一项代志，毋是惊讲这个消息袂无去，也是足紧就错过啊。咱爱惊的一项代志是，咱却无看见伫咱头前迄个真正有需要的迄个人，需要迄项代志。咱逐工在看新闻，逐工在看手机啊。足惊有一个讯息会错过，足惊有一个新闻咱无看到，我都对着流行。但是更较重要的是，你敢有认真看到你头前迄个人的需要是啥物？你敢有看见伊即马需要关心的代志是啥物？
所以有当时只有为别人做啥物，是爱做伙做啥物。耶稣含伊门徒做伙，伊拢不只是为伊门徒做啥物，更重要是耶稣拢含伊门徒做伙做啥物。咱敢有这款的心志？咱拢想啊，我为伊做啥？我为伊，我关心伊，我为伊做啥？但是你敢有含伊做伙？你敢有含伊同在？你敢有含伊徛做伙？所以当耶稣伫我福音13章34节、35节，伊嘛安尼讲，伊讲我互你了新的改变，就是恁着三听，照我会听来照我听恁安尼，恁嘛着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门徒，恁是阮的学生。耶稣所付出的怜悯，耶稣所付出的听，耶稣所付出的关心。不只是伊付出代价，搁较是伫彼此相听，伫彼此同在的时阵，搁一摆来彰显，搁一摆来显示出来。亲爱的兄弟姐妹，当咱等下要守圣餐的时，咱做伙搁一摆直接纪念耶稣基督为咱的牺牲，纪念耶稣基督对咱生命意义的时，咱嘛搁一摆思考，咱敢有含耶稣真实的同在？咱敢有含咱四周的兄弟姊妹真实的同在？咱敢有含你看见遐需要的人真实的同在？最后，我用一个美国的长老会牧师伊所讲的一句话来做结束。这美国的长老会牧师伊讲一句话，伊讲怜悯就是得到你享受得到平安甲喜乐，我才会得到平安甲喜乐。直到你真正得到平安甲喜乐，我才会嘛享受，我嘛才会得到平安甲喜乐。咱拢有这款的心志，无论对咱四周的人，伫咱厝内的人，伫你的朋友，伫你工作的所在，也是咱看见伫这个社会，伫这个国家，你敢有愿意将这个怜悯的心，成做一个行动？嘛不只是一个行动。嘛，真做是个真实的同在，伫每一个需要的角落。今仔的圣餐，咱有特别有一个圣餐的奉献，咱要为着托尼基甲苏利亚这届的地动，为着因来奉献。可能咱想讲，咱远远伫台湾无法度做啥物，咱可能无法度到实际现场去救灾，也是提供啥物帮助。但是咱嘛要付出咱实际的行动。当然，祈祷非常重要，但是当咱愿意付出这行动奉献的时，咱嘛会当真做因大大的帮助。当然，咱嘛有侪侪方式，会当伫即届咱所看到大的事件当中来献出咱的怜悯的心。愿上帝帮助咱，帮助咱的教会，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真是真做一个有怜悯的心的人。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真正是真做耶稣基督的学生，活出伊所爱的咱行的旨意。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爸，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付出代价，因为你怜悯阮，因为你疼阮每一个人，所以你死伫十字架顶，为着阮的牺牲。主啊，但是我嘛爱来学习你的模样，学习你的款式，来学习来怜悯，来看顾关心阮四周围有需要的人，互阮通付出爱行动，互阮毋是只有停留伫感觉，互阮有感动，互阮有行动，互阮将你的祝福、将你的恩典也分享互阮四周围的人。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真做一个真正是真做一个怜悯人的人，互阮的教会嘛真做是一个怜悯别人的教会。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搁一摆祝福伫阮的教会。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唱一条的圣诗，圣诗356首。咱伫吟的时阵，咱嘛做伙准备心，来做伙守主的圣餐。
来见你的面，为来受圣餐，来甲主相亲，应经过相处，轻调你临来，将一切忧伤交托你手来。主，我要承受听你的真命，念你的陪来，笑念你的听。当我要放下天上的操烦，定心来享受下罪的平安。当我要吟诗来付出愿想，为我所必办，当真羔羊。当我要享受尽量来拥护，甲主三教会的永远快乐。拄起你我拢无放赞，只可我求主，就会得平安。主啊，只有你，我就真满意。只可你归纳我就大胜利。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伫伊的教会的陪传者来三甲守主的圣餐。请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那归伫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就写来背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恁着照安尼行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凭着这个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的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你大概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来祝谢，所以咱就先照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即马愿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列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通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
为着恁来拍破的，恁着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这时，咱请旁边的长老来到台前。我说。当咱摕到咱这个圣餐的饼甲杯的时，咱爱先将顶面的这个薄膜先摕起来，先将顶面的饼甲摕出来，伊有两层，顶面一层是饼，下骹迄层的是杯，是咱的葡萄汁。咱先将顶面的这层来拍开，先将咱的饼来甲摕出来。当摕到这个饼，摕到这个杯时，咱嘛搁一摆来思考耶稣基督为着咱牺牲的意义是啥？也搁一摆思考耶稣基督真实同在伫咱生命所带来的快乐是啥？你若是无摕到，你会当举手；你若无摕到，当举手。咱的长老将会将这个杯含饼摕到伫你的边仔。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
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安尼行来纪念我。即时，咱嘛做伙将下面的这个杯，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杯，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的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做伙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通领受你的圣餐，做阮培养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互阮知影，真正是圣囝奥秘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来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也通荣光你。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按这位来奉献。为众请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只是有一个分享，请牧师才来介绍。各位兄弟哈，真欢喜咱做伙伫新春来领受圣餐。咱伫即个主日的中间，特别搁安排一个小小的见证哈。其实是几啊礼拜前啊吼，咱有颁发
即个理财有道，也是讲经营有道这方面的即个结业的证书。因为迄礼拜咱节目真多吼，搁排落去，今日拖时间，所以今日特别甲咱的詹牧师协调讲，伊主持讲道圣餐，搁一点仔时间来做见证，要互咱听者知影讲，咱教会咧推动即款文道训练的课程吼，真有意义，嘛真有帮助吼。咱今仔日第一场要用台语来分享的是咱的苏心婉姐妹，咱甲拍拍欢迎伊来，拍拍欢迎来。大家平安。平安。我是苏心婉，来富强教会聚会已经几啊年啊。感谢主，予我有机会进入富强教会这个听的大家庭。除了参与主日敬拜，我有参加教会祈祷会小组。伫去年嘛有参加门徒学校甲理财友道班的课程，拢带予我有极大的帮助。即遍参加理财友道班，有得到真好的理财观念，较好的思想。咱着认真做工，爱用勤工作，亲像是家主做的。圣经歌罗西书3章23到24节讲：恁无论做啥物，着真心做，为着人是为着主做，着知主会甲恁保赏，互恁得到伊的产业。恁的后世是主基督。过去我有捌无好的投资基金甲选股票，因为无了解投资的来源，落入陷阱，失去部分的金钱。我就收手，无搁做这个投资。这个课程教导我着绩效，每一个小目收入甲支出拢着清楚，逐日实践伫生活内底。圣经马太福音13章22节讲：也伫七仔来。这是人听到道理，也世间的挂虑、钱财迷惑，也撇这个道理就无价值。感谢主，我毋是真敖讲话、聪明、真有能力的人，总是主疼惜我，互我明白真理。借着富强教会小组课程，甲有济天才好朋友，诚做我信仰顶面的帮助。我知影。我着重新委身伫教会、伫家庭、伫工作，做一个好管家，时时亲近主，主祈祷，主的话语时时刻刻做我的帮助。伫理财友道课程中，我上爱、上介意，像是即礼拜教导利未记19章11节讲，毋通偷底，毋通诈欺，毋通讲白贼，实实在在伫做人做事，诚实面对家己工作。负责任、完成受托付的代志，因为咱无论做啥物，拢爱对心来做，亲像是家主做的，毋是家人做的。邀请大家做伙来，一生为主来学习，为主来装备，做主的好管家。我分享到这，多谢大家。咱多谢心婉姊妹吼，伊家己的心得短短来讲，互咱分享。牧师要补充的就是讲，咱的教会呢足欢喜吼，能得到这个理财友道，特别是咱台南地区吼创设的，对太平间教会吼，有几来长老，伊足热心在推广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呢，互咱有一个足大的学习，就是讲咱知影过正吼。咱足侪迄个民间宗教，拢大家啥物要抢发财金啦，吼，要抢头香啦，讲要趁大钱啦，这大家人拢爱，咱毋免讲谦卑啦，大家拢爱。但是安那呢？咱的圣经讲，你若无好好管理你的钱财吼，你较侪都无去啊，较侪都无去。咱基督徒就是讲，上帝亲像咱圣经所讲的，成就伊的国甲伊的义。就一切拢要互你，所以咱照这个话来做吼，咱就无欠亏。所以呢，咱真欢喜，就是讲这个课程呢，咱已经慢慢栽培咱教会内，咱的这个工事啊，吼，后来咱家己会当教。我毋茫讲，特别少年人吼，你开始咧创业，你开始咧做事业，若有一个足好的观念，你一生吼
都上帝的恩典拢甲你治地，互你无欠缺，因为你会晓管理钱财，你就要管理一生啊！吼、真欢喜，咱第二场嘛，佫有一位姊妹要来做见证。好来，咱先来请永泰就是来报告，我来补充，多谢。这是咱来做报告，伫报告进前，咱来读本会经过，伫周报的上尾页，伊代志29章14、12，按做位来读。因为万物拢对你来，我用你的命献互你。伊代志上29章14、12。按现开周报第1页。后礼拜书会是总结执事，其他服侍的同工，咱带你看周报内底的记载。具体交通，按现开第4页。咱今日是新春的新礼典，后礼拜2月19號，咱的合会了會召開小會，請咱的小會員準時來參加。嘛，繼續為着咱的教會事工來做伙來關心。第二個消息，咱伫後一個主日2月19號的9點，會來舉行咱的定期的會員合會。所以後禮拜剛好一長個禮拜，請咱大家注意。伫合會結束了，咱的準備咱的便當。另外，咱的合會會員的名單。嘛，公布伫咱的1樓的公布栏遐，請咱大家注意看。那後禮拜6請假吼，麻煩無法度來參加的，愛向咱的小組長，若是咱的小會書記吼，咱的龍千長老，才來做一個請假。另外，咱今年嘛有試辦哦，咱的學會手冊，除了實體的手冊以外，嘛有用咱的電子檔，所以今年。選擇咧用咱的電子檔，若是甲咱厝里人做伙看，共一本合會手冊吼，麻煩向咱辦公室的幹事才來做登記，咱來響應環保啦吼，這是今年新的一個做法，麻煩大家注意一下。第3點，咱的大島團的消息，咱佇耶穌受難前的40天，連續禁止的祈禱，對2月27號到4月7號，報名。咱嘛伫公布栏遐，大家當來寫吼，咱繼續為着這重要的事，嘛會當為着家己的需要、家庭、事業甲健康，吼，咱做伙來進行咱這個連這個禁食的祈禱吼，這是一個重要的消息。第4點，咱都有特別講到吼，為着土耳其甲敘利亞，咱繼續來大島來奉獻吼。第5點，咱本學期的獎學金的申請。對今仔日開始到3月初5截止所以若符合資格這個會友的細件嘛來公布才來登記咱的頒發獎學金的日子是3月26 3月26。第6點有2點歡喜的消息咱本會陳佑長老甲趙文執事夫婦因的大兒子以信弟兄，甲咱的義進兄甲淑玲姐。伊的女兒莊雨嫻姐妹，伫2月25拜六下晡2點，咱教會才有舉行婚禮。嘛為着這個代志來歡喜。結束了，咱伫教育中心的地下室有一個歐式自助餐的這個婚宴歡迎大家做伙來參加。第二，咱本會黃坤山弟兄甲惠勝姐的大兒子義恩弟兄甲。新會姐妹因大兒子甲新會姐妹，因伫3月4號下晝10點，伫咱教會舉行婚禮。嘛為着這一對新人來恭喜，嘛會當做伙來參加這個幸福的婚禮第4，咱本會張振宇老師的陶藝展，伫2月25到3月12號，伫吳園才有舉辦一個。張振玉的陶作意象的陶藝展嘛會當前往觀賞，嘛會當來因做一個鼓勵，這是無簡單的一個部分另外，咱的下骹，咱本會陳佑長老甲趙文執事夫婦因的大兒子，伊的女兒，嘉欣姐妹，伫2月25到3月12號，咱的
研习的消息吼，门徒学校第一期甲第二期，咱即摆已经开始拢在进行，嘛继续来这关心甲支持大德吼。按看第6页，有周间查经班的一个消息吼，2月1号到7月5号开始，每周3下晡甲下暗，由瑞平牧师加带领一个查经班吼，嘛会当继续为着即个查经班来关心。包括咱的理财有道，爱上陪伴的这个消息，大家做伙来看吼。那牧区甲团契的消息，松林团契2月11号到2月18号，吼，加拢有一个聚会吼。那后礼拜2月18号是一个健康讲座，嘛希望大家做伙来关心。接下来请牧师来做一个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来做补充，但先我要来介绍，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哈。蒋依锦姊妹，蒋依锦姊妹，伫遮，来欢迎你，伫遮，咱送一个纪念品互你哈，免客气哈，来送一个小礼物互你哈，欢迎来参加哈，多谢。拄则咱消息大概拢，咱的永泰就是已经报告了，但是有1、2项吼，爱较特别提醒啦吼。头一个是有关咱的这个。疫情的关系吼，咱的消息拢有看见讲，对20号开始吼，室内也会使免挂口罩，但是咱评估吼，你伫恁兜会使安尼无毋对啦吼，但是咱因为9个礼拜吼，拢密闭空间，嘛搁冷气咧吹吼，咱有鼓励啦吼，鼓励咱会友来礼拜时吼，有戴口罩。你若讲我喘气足袂爽快啊，一半个咱是无甲你足强制，是建议的意思吼。除了讲道聚会敬拜团吼，安尼较远距离较远，咱来无戴口罩以外吼，平时咱有建议咱戴口罩。等搁一波全部拢开放吼，咱拢用免疫力咱到时全部开放。其实吼，前早就讲室外会使免挂口罩，出去逐个嘛拢挂条条。感觉挂个较安全的款啦吼，改成袂歹嘛是袂歹，就是讲空气歹拢会当加减甲咱保护啦吼。所以这咱大家拢真了解，都甲咱报告，互咱知吼。拄则讲有圣餐要为着托尼基甲苏利亚即个地动来奉献吼，咱是总会有发出即个募款吼。咱拄好今仔即个圣餐，咱就圣餐现金，咱就收的要甲寄去。若是你感觉个人另外有感动，你嘛通甲教会讨一个普通的奉献地，注明讲赈灾赈灾奉献落来，咱做伙差不多2礼拜久，咱赶紧甲寄过安尼吼。拄则有讲到和会啦吼，咱已经都强调讲和会是咱每一个会员的责任甲管理。咱后礼拜呢请9点一场尔吼，一场礼拜尔9点来。中间有2项爱配合的，第一项就是讲。咱会员名单吼，咱为着节省纸，咱就干那印1份大份的，放伫1楼。顶礼拜已经有看所有的名单吼。咱有一个拜托，就是讲咱小组长，也是咱的咱的团契会长，若假使你的组员咱有人要请假吼，真正有大合要请假，咱甲收集名单一个，赶紧送来互办公室。安尼咱才会当确定讲，迄天大概。过半数会偌侪人才会过半数，所以这个请假名单真重要。但是你若讲名单有订单，免客气，就赶紧甲咱的干事讲吼，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讲，咱因为过正啦吼，所有教会拢大概差不多，我听起来，这礼拜无后礼拜要开好会啦。所以咱的狄胜兄吼，因的印刷厂吼，哇，迄个资料一大堆拢入来吼。所以咱无法当一届就全印假了。今仔日咱有先印几十本，就是要互咱这报告的中级兄弟，迄个组长，你落去楼骹甲办公室先摕一本，互你等去宪法，你要报告迄部分有订单无？有需要修改无？其他的会友咱无急啦吼，咱后礼拜来做礼拜的时阵，来做伙来领吼，这本手册安尼，这点是特别需要咱帮忙吼。咱拄则有讲到这个受难前的41个连锁禁食祈祷会吼，真侪人拢足欢喜参加祈祷，毋过听到讲爱禁食吼，这声毋是我无爱禁食，我都袂使无食咧吼，有人都爱食迄物件，才能食药咧吼，咱较长辈拢知影啦吼，咱毋免客气，
你若讲啊，我都需要食物件，啊，嘛会使祈祷啊。主也无讲叫你无食有食物件就袂使祈祷。咱永远会当参加祈祷，安尼听有吼？也是讲啊，迄个禁食迄个时间，咱啉一寡流质的吼，互咱腹肚袂感觉安尼血糖伤低，啊，咱拢会当参加，请会去楼骹签名吼，啊来登记，较侪人来参加安尼。也咱拄则咱有介绍讲，过来有2场的婚礼啦吼。啊，咱对雨信甲语言姊妹，咱拢咱是青年，咱较熟悉吼。啊，因为是大人，咱也拢捌啦吼。啊，咱甲陈佑长老夫恭喜，啊嘛来甲即个易正兄啊苏玲姐甲因恭喜啦吼。啊，咱另外第二场就是讲咱的昆山兄甲惠圣姐的公主吼，黄义恩啊甲李星慧姐妹吼，因为因2人拢伫美国，啊即边特别倒来台湾吼来一定来补请亲人就对啦。啊，毋知咱的即个昆山兄伫遮无？昆山兄，你徛起来，阮甲你欢迎。啊，惠圣姐呢？惠圣姐有伫遮无？啊，惠圣姐可能第2场吼，昆山兄伫遮吼，啊伊伫咱遮礼拜好无3、4天啊啦吼。啊，咱大家可能上年较捌哩安尼。啊，总是迄天若是婚礼时，欢迎兄弟来参加吼，来甲伊恭喜。啊，即2个。少年人吼，拢伫美国啊，专工即摆倒转来安尼吼。啊，拄则咱有报告讲咱张正义老师吼，陶艺展啦吼，真水的即个陶艺吼，伫迄有缘就是较早的即个伫文官路遐吼，迄足水的展览场吼，咱欢迎咱去甲参加吼，去甲参观有差不多2礼拜、2、3礼拜的时间啦吼。佮另外一个吼，咱顶礼拜有甲咱介绍讲迄毛豆有无吼？毛豆啊，有人是讲啊，我随买随要摕啦吼，无需要甲你回息咧吼。迄毛豆吼，在日本人安怎讲我袂晓诶。毛豆伊都爱冷冻诶，啊所以吼，毋是讲我随摕就随有就对啦。所以你爱登记哦。啊，伊一包吼，牧师即个落甲伫遮，一包差不多遐大包，400公克。吼，啊有诶兄弟讲我都无食遐济，那要安怎？因为伊是一箱8包，啊有诶是20包诶吼。啊，即个10包吼，8包伊就寄一箱啦，才会当栽配较你诶厝。你若讲我就订一箱，啊伊就你自己写一个，伊寄到恁兜，啊钱做会纳吼。啊若讲你干若要订2包3包袂要紧，你才登记一个，啊9月退遮诶人拢做伙订，啊通知你来领。啊因为吼，迄个冷冻爱放伫冰箱啊，你若讲放1日2日，就拢退冰去啊吼。啊这主要是讲为着嘉义西门教会因迄个孔山西门教会因要建堂啦吼，啊就有即个厂商甲赞助，啊即个毛豆营养是真好，啊有人足爱食吼。啊你若有趣味，今仔日搁登记，啊若登记了，咱看偌济就要甲订啊。吼后摆若搁有机会，咱搁来帮忙吼。啊即点是特别甲咱做即款补充的报告啦吼。啊请会记哩后礼拜吼，咱一场礼拜若定9点开始。咱礼拜煞，咱有一个简单的便当，所以咱毋免赶紧讲，咱就是讲无爱餐啦，但是有便当，咱互咱分享安尼吼，用安尼来做报告，多谢。上音会众请起立，按做位来吟上音的诗歌，信息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上音煞，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
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别倒，闭会。离开时，